众神之都台南嘛是台湾伝統文化重要搖籃，所以市府文化局每一檔都會舉辦藝電相關活動。而今年將主題定做定在倒流日，邀集在地公廟、學校甲藝術團體共同伫小龍文化園區推出定頭藝術節。第一場伫中秋連假期間，就吸引濟親子來參與，備受好評。我们这次连假带小朋友来参加正头艺术季，希望可以透过这边的展览，还有一些活动，让小孩可以接触到台湾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。文化局表示，到现场除了欣赏艺电表演，也佫有拢来看闹热，做伙学艺电正一系列活动，欢迎民众把时间伫接下国庆连假拢来体验。我们小龙文化园区有全台湾唯一的义政馆。以义政为主题，来作为教育推广的基地。我们位于整个台南的民俗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地带。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正头艺术季，让正头艺术可以更推广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我们正头艺术之美。为了吸引大小朋友拢当亲身来感受艺电的吸引力，活动期间嘛推出收集囡仔得当参加抽奖，为活动加添好康甲趣味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